喂，你咩 MBTI 㗎？INTP。Oh God， 怪唔之得我成日覺得你好似好冷血咁啦。咩又關咩事啊？嗱，你睇下啦，呢度 INTP 冷漠、理性至上，唔理他人感受，冇同理心啊。邊度寫㗎呢啲？網上咯，網上講嘅嘢唔通呃人咩？因為咁，你睇呢條片，你一滴眼淚都冇嘅，你冇性嘅喎，會唔會代表我冇睇過咧？再唔係你睇呢個，你睇貓貓都冇反應嘅，你真係冷血嘅喎。喂兄弟，我冇反應咧，唔代表我冇同理心嘅喎。而你有反應，都唔代表你對所有嘢都有同理心噶嘛。只係嗰樣嘢咁啱對你比較重要，對我冇咁重要啫。嗱，講中晒啦！呢度佢話咧 ，INTP 啊，過於質疑他人，唔中意嘥時間喺人身上，會睇唔起人啊。其實咧，你唔覺得你成日浪費時間呢幾隻字母上面好無謂嘅咩？你睇唔起我？唔係，你聽我講。MBTI 咧呢啲係測試嚟㗎咋，佢唔一定準噶嘛。你唔可以攞嗰幾隻字母去定義一個人㗎。你要了解一個人，你要靠相處咯，而唔係靠 Google 喎。即係我問你MBTI 係咩啊 INFJ。你 I 人，我會唔會話你自閉啊？你 F 人，我都唔會話你玻璃心噶嘛。哦，所以呢啲嘢咧，睇下就算啦，好冇？咩先？你星座係咩啊？處女。處女，我估到你啊！哦，怪唔之得，我覺得你好似想控制我咁。你想我接受你觀點，然之後唔聽我講嘢，唔接受任何意見。你冷靜啲先。哦，你係 INTP 加處女座，你 Birkin Back 我撲街啊你！屌，點解我識到呢啲朋友㗎？屌你老味啊！而家開紅藍雙不發，星座加 MBTI 係咪有20%攻擊加成啊？你不如開埋塔羅啊，睇埋人類圖一笨。我而家開埋結界啊，方圓10里內冷血的人20%暴擊加成啊，係咪好威啊？媽的！睇下先，你人類圖唔會係5分2人喎。